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感谢上帝带领，互咱今仔日透早有好的时间，较好的早晨。咱无论经过咱这礼拜，咱所经过的是无用，咱拄到的是喜乐，也是真济挑战，也是真济野线。这个时刻，咱拢来到主的面前。圣经提醒咱讲，咱着恬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所以讲，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互咱暂时放落家己的挂虑甲烦恼，将咱的眼目来向咱听咱的天父。今日咱组织伫遮，毋是要来参加一场的聚会，咱是要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到伊的面前，咱要直接敬拜，互咱带着较无的心来遮亲近上帝。咱要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工作，为着咱的服侍，甲一切需要，咱拢要交托伫主的面前。咱只是当心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求主赦免咱的软弱甲欠缺，洁净咱的心思意念，只是求圣神自由运行伫咱今仔日聚会的当中，充满咱，引带咱，互咱伫敬拜会当互上帝来欢喜，互上帝话成做咱生命中大大的祝福。这个时阵，咱用这条诗歌，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邀请圣神甲咱三个弟弟，更新咱，带领咱今仔日进入上帝荣耀的同在。圣神请你来。充满我的心，光芒来亲近你，敬甲你万里，圣神请你来，改变我。看你，互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圣神，请你来。圣神，请你来。主啊，这是求你来充满我每一个人的心。充满我的心。主啊，我脚步来亲近你。光芒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更加来入巴你。万里。请你来，改变我的心，互我看你，互我听你主爱人民声音，我呼求圣洁，圣洁。
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救主，我敬拜你荣耀，荣耀，荣耀我救主。圣神啊，圣神啊，请你来！这是求你教阮三角地底，这是主啊，阮要搁更加来亲近你。这是要请兄弟姊妹，咱为了咱家己，免咱甲上帝搁较有亲密的关系，来向上帝来祈祷，求圣神帮助咱，为了咱家己的罪，来向上帝来求上帝来赦免，求主的保护来洁净咱所有的罪，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咱做伙开声，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甲认罪来向上帝来祈祷。阿伯伯，我哋感谢阮儿子你，感谢你的听堂甲恩典，因为你是阮瓦克的力量。我一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你帮助阮更加亲近你，互阮能让诚心认罪来悔改。希望上帝，阮知，阮是有限软正的人，伫阮的生活当中，阮时常犯罪，得罪了你，所来离开你的道路，阮来承认阮的罪，无论伫阮的心思，还是伫阮的言语，阮所行的行为，所犯的过失，求上帝你即时来赦免阮。主啊，求你用你的保护，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来洁净阮的心，互阮能重新得到恩典。求你圣神光照阮，互阮看家己的不足。求上帝你赐阮一个悔改的勇气甲开力。主啊，求你帮助阮，会当每天来亲近你，互阮当爱祈祷，爱读主你的话，来靠无上帝。主啊，求你赐予阮一个较无的心，互阮当明白主你话语当中的奥妙甲力量。主你的灵伫阮的心中自由来运行，带领阮，互阮会当行伫你真理的道路。愿主你的灵常常带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引带阮行伫真理的道路顶面，来互上帝你来欢喜。煞接，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咱教会有一个的事工，甲福音的事工，甲宣教的事工。咱也为着咱50几年有一个的事工研讨会，咱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咱的恳求。求上帝将这事工，唔单是要来荣耀上帝，是来帮助每一个人伊的性命得到更新，得到大大的开力。咱为着咱教会事工，教会50几年的事工来献上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一时满心感谢了你。因为你一直来拢是甲福强教会基地，主啊，今日阮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为着阮教会事工、宣教的使命、甲福音，来向你来祈祷。主啊，求你一遍阁互调阮，成做这个世上会更加严。
求主你兴起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点着阮面对宣告福音的热情。主啊，我们勇敢活出基督的款式，成做宣告福音的出口。主啊，愿你的灵充满阮，互所有的事工甲服侍福音的宣告，拢下主你的心意。主啊，阮特别为着阮50几年要献上感恩甲祈祷，52年的恩典，也是阮上年属灵的新的起点。主啊，我们展望未来，求你赐落异象甲契约，互阮伫福音的事工会当更加火热，以宣告的使命，主你勇敢来行。愿福强教会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成做这个社区每一个人家庭，每一个人的祝福。为着50几年，阮咱是庆祝，是要更加，互阮的教会转化下伫主你心意的道路顶面。愿主你来带领福强教会进入去更加丰盛的迄年。这是咱也为着咱教会的青少年，若是你的囝儿、你的孙儿，伫青少年的时，伫天母太牧区，也是伫主日学，求上帝帮助咱时常为着因来祈祷。因这个世界有真济美色，咱求上帝，互因行伫正确的道路。咱为着咱教会青少年，天母太牧区主日学，咱做伙开声，来为因祈祷。主你天父上帝，阮感谢上述教会天母太牧区青少年甲主日学的囡仔，求你用你的疼来看因，互因细汉的时阵就来认捌你，来称群你，互因让日日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主啊，求你赏赐青少年因有智慧，会当分别好歹，伫读册、交朋友、甲人的关系当中，会当追求主你的心意，无受这个世间错误的价值观来影响因。主啊，求你坚固因的信心，互因能勇敢来为主你做好的见证，成做别人的祝福。求主你看顾主日学的囡仔，互因欢喜来到主你的面前，爱读圣经，爱做礼拜，爱学习你的款式。愿福音的种子深深种伫因的心内，伫因的恩典当中渐渐大汉，结出好的果子。求你祝福每一个老师、辅导甲同工，赏赐因听的心、耐心甲智慧。用真理来教导细囝，互因行伫正确的道路顶面。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家庭，互因祝福每一个做父母的，会当成做囡仔信仰的模样，建立虔诚合主心意的家庭。主啊，求你我要将天母太牧区青少年囡仔拢受圣神的充满，一生来听主，来跟对主，成做上帝国度的重要的器皿。或者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夏牧师今日所要讲的信息，求上帝圣神甲伊同在，互伊对主遐领受较侪上帝话，来成做咱的美牛。咱为了咱今日的服侍者，无论是伫台前，还是伫特色所在，因拢伫尽心尽意伫咧服侍。咱为着咱的服侍者来祈祷。咱为着咱今日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个谦卑领受的教导。咱为着咱每一个空位，咱来献上祈祷，求上帝带领要来会友因的脚步拢有平安。咱只是为着今日的聚会，夏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祈祷。亲爱的上帝，这是阮头先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我们今日，阮将阮的主日敬拜完全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这时带领伫路上要来兄弟姊妹，因的脚步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我来将阮今日牧师要所讲的信息完全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圣神引带，赐了真理甲能力，互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是充满主你的真理。进入阮脚步的心，成做阮生命中大大的祝福。哈利路亚！主啊，求你保守今仔日所有参与服侍的兄弟姊妹，互因伫服侍当中见到主你的同在，无有野心，只有仰望上帝。主啊，求你赐了合一的灵、喜乐的灵，互阮每一个服侍拢出伫阮对你的听，为着你要来荣耀上帝，你来高举上帝你的名。天父上帝，求你拍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阮让存谦卑、受戒心来到你的面前，会当专心听趁你的话，互主的话深深踮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结出美好的果子。主啊，当阮将今日的敬拜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愿圣神伫阮中间自由运行，带领阮同心敬拜，同心领受。当心得到主你大大恩典，感谢主听阮的祈祷，愿今仔日礼拜充满你的同在。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我呼求圣洁，圣洁，圣洁，我求主，我敬拜你。咱边仔人讲，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咱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囝儿。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石，一粒一粒收做这最主的。心伫咱中间自由运行，星星火火点着现起啊！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石，一粒一粒收做这最主的地，主星星伫。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
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照伴，咱就是教会，咱真正荣耀了主。来到一遍，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着，一粒一粒受造这最主的地。相信在咱中间，为了自由信在咱中间自由稳定，星星火袂点到天地来，来到主的面前，咱亲像活着，一粒一粒受造这最主的地，主星星在咱中间自由稳定，星星火袂点到天地来。咱拢是尊贵的祭司，尊贵的祭司，圣洁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就是照伴，咱就是教会，咱的这荣耀了主。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都是照伴，咱就是教会，咱的这荣耀了主。咱就是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伊若是照伴，咱就是教会，咱的这荣耀了主。在心乐跳舞宣扬你名，你的名已经也会你世界千年，我要专心乐，永远乐乐，我要大声乐你的我主啊，这时我们用俄乐，完全感谢俄乐你，哈利路亚。专心感谢，专心乐，今日你的乐，专心颂赞，献上敬拜，是最准的轨迹。你来临，拢无挂路，你路漫漫，常常感谢。
颂赞献上敬爱，是最纯的果子。你来你拢无半路，你拢无半。常常感谢，祈祷无错，盼望在你，我要专心乐乐，跳舞传扬你名。你的名一直领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乐乐，永远乐乐乐乐。我要大声乐乐，你用我说，我要专心乐乐，跳舞传扬你名。你的名一直领过你世间千里，我要专心乐乐，永远乐乐乐乐乐。我要大声乐乐，你用我说，我要大声乐乐，你用我说，我要大声乐乐，你用我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大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做来吟圣心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我的心心，你着唱歌，我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我乐赞美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命，赐开温泉，祝福天的赞恒出，山无愿欠亏，阿乐只愿主上帝。我的心心，我的心心，天前标记主的名。大干的主上帝，我用诗歌唱出对主你的阿乐、感恩以及颂赞。我要感谢主上帝，因你是创造天顶地的所有一切，你祝福天的田园出产，拢无欠亏。主你伫你天顶地，互这个世间、这个宇宙照时运转。这拢是上帝你奇妙的业力甲创造，阮受阮的囝儿用欢喜感谢阿乐来到你面前，也要享受对你创造所带来迄个属灵的恩典甲快乐，也互阮行伫你所创造迄个恩典祝福的道路，一生有主你恩典的赏赐甲快乐。愿我的敬拜，也亲像阮对主你的渴慕，领受这个你创造的恩典。愿你的平安也甲阮三合伫地。愿这个礼拜拢归荣光伫你。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兄弟咱悠然徛地吼，咱来做伙纪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
伫本流比纳多任内受苦，定时日计死，埋葬罗因府。第3日对4人中告我上天，打这里全能的爸上帝的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胜过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hòa平。阿门。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咱伫礼拜天书线接之前，牧师甲咱邀请，咱今仔日有迄个异地的祈祷时间，咱请咱兄弟备万心，同心到主面前。领受对天顶来的医治甲祷放，咱也请敬拜团以及咱的长老、大道团队以及小组长备班来诚做服侍者。愿主祝福今仔日的聚会。客应，咱做伙来客，我来客会众来应。客应文记载伫第26篇诗篇111篇，着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聚集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实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牛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关联。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咱做伙来祈祷，至高的上帝，充满恩典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对阮讲，耶和华是阮的牧者，阮并无欠缺。你带阮行过青翠的草坡，来到安静的水边。阮要学乐你，因为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虽然有时阵四周围的风影大，心会惊吓，但当阮举目看你，阮就知影你是阮的帮衬。阮的帮衬对创造耶和华的、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你是固守阮的上帝，保护阮出，保护阮入，对即时甲永远，阮要将恶乐甲荣耀拢归伫宝座顶的主。主啊，阮也将阮的国家交托伫公义的主手中，求你赏赐智慧甲远见，予所有执政掌权的人，叫阮的社会有公平、有和平，予百姓会当过着安稳的日子。伫即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求你做阮的盾牌，予公义亲像大水直直流，叫阮的心灵拢得到真正的平安甲愿望。听阮的主，你知影今仔日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兄姐、每一个家庭，有的人当咧面对生活的重担，有的人的经济拄着困难。有的人的工课家庭拄着极大的考验，但是主，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只是土的器皿，求你叫阮看见你伫阮的心内。当阮感觉无路通行的时阵，求你亲自为阮开路，叫阮经历你的恩典，教也阮用。伫困难当中，看到你的祝福甲大领，慈悲怜悯的主，阮也特别将阮的当中有病痛、心情软弱的兄弟带到你的面前。肉体痛楚有时阵叫人失志，但是你是迄个充满医治安慰的手，
会亲自花伫每一个受苦的人的身上，求你赐落恁吞忍的力量，叫因伫软弱当中有刚强，看见你极大的能力要显明伫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也求你信心亲自充满伫今仔日的聚会，求你赐福予夏牧师，叫阮听见你的话语，就得到帮助。也求你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叫阮毋那只是呼求，甩开痛苦，更加是明白主你的旨意。叫阮对今仔日所领受来的能力，充满信心甲毋望来跑走每一天的路程。阮安尼诚心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讲述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圣经节，第一位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8甲第16节。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一群人的。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侮辱、迫害，讲逐款歹话诽谤，恁真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大的。恁以前的先知嘛安尼受迫害，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较？要安怎互伊搁咸？盐若失味就无路用，只有稀杀，互人吞达。恁是世上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砍袂掉，人点灯了后，袂用斗甲伊砍起来，已经会互伊踩伫灯台顶，通互厝内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你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爸上帝。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20节，通过伊的囝，上帝要互上帝互万有，无论伫天顶也是地上，拢甲伊和好。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来促进和平。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赞美咱请圣歌队。因所要献的诗歌是8福。因是说，咱请夏牧师讲道，伊所要讲的信息是山顶的教士第3讲，领受天国8福的恩典下集。
感谢主，多谢。圣歌队今仔日唱出咱今仔日读圣经的这个主题就是八福哈。伫咱最近，咱兄弟姊妹呢，做伙用天国八福来隐秘学习圣经上帝话甲教示哈。真巧合吼，咱广播社嘛举办这个抄天国八福哈的这个运动对马太福音5章30到10节，几节的圣经节就是八福来抄写，无论是用台语也是讲用迄个现代的和合本中文，也是咱白话字吼，拢真好。一面呢，咱看见圣歌伫用唱的吼，嘛足好。我咧讲，若要暗念吼来唱较紧的吼，在唱吼，较有一个旋律，唱了八福就记起来安尼。咧鼓励讲，咱年底吼，咱拢有咧背金句嘛，12句的金句，若搁加上这八福吼，安尼足圆满吼。我吼感觉讲，咧背吼，无遐尼简单的，爱有迄个秘诀的吼。无论是唱是较有旋律的吼。所以呢，我就想讲，鼓励大家来背吼。我咧想着讲，咱教会有一位足够背圣经的吼，就是咱的李妈妈吼。我要请伊来头前吼，甲咱示范一下，示范一下，看伊安怎背来，甲拍鼓啊，欢迎一下来。来，李妈妈吼，你免紧张哈，你平常时就足够背但是吼，阮定背袂起来。你背阮看卖，甲阮讲你是安怎背好无？来，你先来，互你举来。感谢主啊！你阿妈做伴。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要承接土地；咬喙打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要得到饱；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要受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要看见上帝；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要承接土地。为着义捌受困倒的人有福气，因为为着义捌受困倒的人，因为因要得到义。为着我人遮恁的恁困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即款人恁就有福气。马太福音5章30到10节。来，他们讲，我要问你讲，你是安怎背？你是？对透早背嘛是讲逐日拢背，搁哪样背起来安尼？你甲阮教一个撇步来。我的背吼，就是暗时若在困，看用咧困，我拢背诗篇119篇，做我安眠药啊。我像早我毋是咧讲夸口，我是昨我那真忝。我昨9点就困到4点，哈精神。4点精神上就会甲我讲，你若无起来背你18年的金句哦，你我看会记袂记哦，我就怎啊搁起来背，我就怎啊背到了，就去食早顿，安尼就来教会安尼，感谢主啦。好，多谢哈，多谢你妈妈。牧师请伊要念伊嘛会紧张咧，是讲哇，牧师是若敢若看动伊尔安尼，毋是啦，我是讲上帝可以有特别的恩赐咧，奇怪咧背物件，佫背足顺，拢袂长诶吼。听起来嘛无啥物撇步，伊就是豆背吼。像咱咧用一个工具吼，用久咱就熟手就对啦吼。所以无啥物特别的讲啥物材料，伊就是安尼照起工背专心伫背安尼。当背毋是讲背晓安尼就是满足啦吼，就是讲咱了解伊的意思，所以咱无论是抄，无论是唱，无论是背吼，咱伫即个今仔日个主题内底，咱要来讲后壁即3福，就是讲8福，咱分3遍来讲安尼，就是讲较幼，互咱大家较明白。咱若是看即个资料吼，咱拄则听到你妈妈来分享，即马咱大家吼拢来念一遍好无吼？这天国8福吼，来，咱一福一福来背来，预备第一，心内颂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第二，第三，
温柔的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好拄则你妈妈伊佫背即个第八福的后壁面佫一段话，咱原则上抄到遮就好啊。意思讲，就是抄到第10节就会使。伊讲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侮辱、迫害，讲逐款歹话来诽谤，这毋免抄安尼吼。所以实在是八福咱就一日甲背2福就好啊，咧4天就背起来。有人较知定，有人较背袂晓。毋过我想讲，咱一直念，伊就会清楚会识吼。咱若注意看这八福吼，有2大耶稣讲的这八福有2大类啦。第一类就是第1福到第4福，1福到4福。这4福吼，就是自我在操练的。就我本人家己要装备的，我家己要操练的。讲心内爽向幽闷的人、温柔的人，佫咬嘴搭嫌恶意的人，这是自我嘛吼。遮吼，咱就听起来就讲，这个话吼，伫初读感觉拢是负面的，比如爽向、忧闷，吼。这个意思是讲，我家己自我、家己的要求，还是讲自我的省察，咱要得到福气。但后壁面这4福，就是你有这个装备，你有这个操练，你有这个上帝予你的恩典了后，你爱关怀别人就对，你爱伫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力，吼。所以第5福讲怜悯人的人，怜悯别人，搁来是清气心肝的人，搁来互人和平，搁来为着义受分别，安尼。咱今仔日要通过这八福的后壁面这3项，搁一面来学习吼。天国八福是要互咱基督徒有一个有影响力。白白咱徛伫这个社会，你是一个公民，咱大人拢有家人的责任啦。但是基督徒有特别的任务，就是我要影响到别人，是好的影响，是祝福的，是互人得到福气的。若既然是安尼的话，就是讲咱通看起这个耶稣的讲吼，毋是讲做袂到，是你有即款的修炼，有即款的学习，你就会通看见一种完全无共款的快乐伫你的身上。清心的人要看见上帝，伊愿即个新翻译的文字叫做心地纯洁的人吼。咱台语新的台语讲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咱若听到心清气吼，咱常常会想到一项事啦吼。咱若看到一个姊妹，也是一个兄弟，安尼目头角角烦恼无笑容。你讲你哪无较清心的吼？清心的毋则好困，清心的毋则笑容有水安尼吼。这是个人一种的清心，意思是你的烦恼、你的看路、你的罪的操烦，你也学习交托。亲像耶稣所讲的。见若着我担重担的人，爱来照顾我，这是一个清心的基本方法。咱伫遮讲清心呢，还佫有较宽的意思，就是讲真诚。咱清心就是无啥物暗坎。即个无暗坎，你就袂有迄款的看路甲烦恼，讲惊人知，互人看到你的心安尼歹势，袂，就是清心，就是甲真诚有关系。即个真诚就是咱甲上帝，人甲人拢会当拄起迄个虚假。咱知影一个人要虚假足歹过日，你敢毋知？好像就讲带一个面具惊人知这，惊人知迄。我会记古早捌听过一个小故事啦。伊咧讲较早的人拢厝里拢无啥物件通好食。拢嘛是食番薯签糜签饭，拢连点油脂拢无呢。是勉强人讲
人讲甘迄个咸的物件来过日就对啦。但是出去为着要互人知影讲哦，恁兜食了袂歹讲伊就留一块迄个猪肉油啦、猪油啦。食饱后要出去外口行洗洗的时阵用猪油抹喙壳，抹的。出去人讲哦，安尼改成食好食的规个喙壳油油安尼。讲原来是惊人讲恁兜是拢无通食安尼。若喙唇油油，表示讲有食肉嘛这是咱社会上古早的时代啦今仔日咱食伤油，都伤麻烦啊咧但是意思讲，足无爱互人知影阮兜有啥物底细啦。但是兄弟姊妹，你拢知影，当咱暗坎愈多咱的心负担愈重。这也惊，迄也惊，无爱互人知。当然即马社会嘛足注重隐私啊。你袂当是讲这也惊人知，你嘛袂使甲人讲咧即马连你的名、你的个资拢袂使随便暴露咧。有人捌咧问讲教会即马拢也无咧印迄个咱会友的名簿啦，也无咧印住址电话啦。即马人迄政府讲这个资袂使泄露的呢。即马说，逐项拢爱隐私，个人的基本需要。但是这个隐私是咱尊重别人但是当咱家己隐私济甲逐项拢袂当互人知你会感觉亲像关伫一个监牢内底，对无？你关伫内底啦，惊人无法度出来啊。顶日嘛，佫一个小新闻足趣味的，一个外口人带伫迄个高雄的茶山伊看讲，哎哟，阮的厝的门口窗仔外一大堆高山行来行去，走来走去啦佫爬来窗仔边咧看啦伊就翕一个影片，互人看，讲你看阮遮免费看狗安尼。人迄个人足高级的，伊就写迄个回应讲，你毋是咧看狗啦，是狗咧看你啦。因为你要关伫迄笼仔内狗咧甲你看安尼。所以咱一个人，咱无啥爱透明。但是我意思是讲有影，咱有真侪代志，别人毋知，咱较轻松。但是当你有真侪看路的代志、烦恼的代志，你无交托，迄个清心就袂来。所以意思讲，无管私下还是公开，生命每一步你咧追求全部透明。这个就是咱学习对上帝的坦诚，你的心就无看路甲烦恼。讲咱的思想、甲咱的动机甲咱有关的代志，因为你纯洁拢应该是纯洁，无掺杂迄个无正当、无入流的即个念头无虚假甲欺骗，咱就会当真诚。所以咱世间人在学习，毋是干那讲清气咱厝内，咱内底清理清幽，安尼无垃圾、无灰尘啦。事实咱的心内嘛定定爱清咧，清了就讲这拢足坦诚的，你会感觉足快乐、足好困但咱知影讲，咱社会的状况无一定是安尼。咱要追求这个，咱讲基督徒爱有一个操练，但是社会无一定安尼问题伫遮，社会咱拢往往对着一个面躯，正拄则我所讲的，咱扮演无共款的角色，像演戏安尼，迄个面躯演戏就是虚假啦。有的人甚至伫家己的周围为着要互人安尼对咱安尼较大的尊重还是尊敬的款，就编足侪的迄个白贼的话，到尾连家己拢分袂清家己是真还是假，分袂清家己是真还是假，安尼会生活了非常的艰苦，因为你拢试过咧提防嘛，提防讲这防灾毋好歹势安尼。有一种人真快乐啊，第种讲家己漏开话，家己漏开毋免互人讲，家己讲了，别人佫笑，佫足欢喜安尼。即款的人可能较好困，伊毋惊人知影伊有啥物缺点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讲诚心有真侪角度啦，个人家己的诚心，也是讲对上帝，咱有诚心，咱让领受即款的祝福。耶稣是咱所学习为会当完全诚心的人。当咱凭着信心的目睭来仰望主的时阵，咱毋若去看见上帝，也可以当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诚心对咱个人家己的喜乐迄个平安甲安息是足重要。搁来是咱看见讲影响别人，搁一个第七福就是你会当
互人和平，互人和平。咱社会定咧讲一句话，讲和事佬，吼。但是和事佬是和事佬吼，毋通讲吼公亲变事主就对啦。吼，为人去讲苦劝一个，煞家己生气啦，煞掺落内底冤家出来。互人和平的人讲要称作上帝的囝儿。圣经即个白话字的圣经在讲，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伊要称作上帝的囝。什么叫做促进和平？促进和平，咱知影讲，现在世界各国为了战争吼，大家互相安尼下不了台呢。国甲国咧争战，拢爱需要迄个和平使者吼。所以咱知影讲诺贝尔奖有一个叫做和平奖。但迄个和平奖有时是采取两边的互相退让啦，定。咱基督徒固然无法度讲大人拢扮演即款国家甲国家的角色，但是伫你的生活中，你伫你的社群，伫你教会中，你是一个真够甲人苦的人，真甲人化解人的冲突的人。讲两句话，人讲你讲安尼对，安尼毋免阁计较安尼。所以会当促进和平的人是教会，咱讲迄上好、上好、上甜蜜的人物啦，毋是甘草人物尔，是伊真正能化解，互人迄个气氛非常的和平。有人伫迄个足尴尬的气氛中间，讲两句话，大家笑笑的，安尼代志就解决啦吼。所以主要所甲咱讲，咱毋是故意制造纷争啦，也是讲挑衅吼。意思讲，就甲人安尼搅扰安尼，咱是积极追求和平，是甲四面的人，咱讲亲像圣经所讲的，讲好好徛起，和睦徛起。咱福强教会嘛一直咧强调。讲咱教会爱成做一个安尼三听和谐的教会，大家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迄是完全就是讲，咱大家拢有缺点，大家拢有家己的个性，大家拢有家己的不足。但是当你欢喜爱人和平的时阵你嘛快乐，我嘛快乐。上惊是惊讲，咱甲遐个心内的无欢喜放伫心内。就变做讲，咱讲对头前讲的讲无诚心。当你无诚心来敬拜上帝，你会感觉足负担的呢？因为你袂快乐，唱歌唱袂出来。你无迄个对心底唱出懊恼的诗歌。你甲人讲话，你会感觉讲足无聊、无趣味、无兴趣。所以会当促进和平是别人安尼甲你安尼牵一个手。说家己小可杀一个迄个和平来的时阵，才是足好真好的使者安尼吼。所以缔造和平是种真神圣的工作。和平意思就是和好吼。咱上帝就是在制造和平的创始者。那兄弟姊妹，咱讲促进人和平的上大的福气，讲因要称作上帝的囝。上帝的囝就是讲，伊是一个互人和谐的人、和平的人、和好的人，毋是咧制造纷争的人。咱讲这个人是进入天使共款，上帝的车赛叫做天使，天使互人和平，迄是上好的。咱看见耶稣出世的时阵，讲天使来到报佳音讲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和平临到伫即个世间，这个拢是基督徒真要紧的工啦吼。咱看见拄则另外读到哥罗西书1章20节，伊讲通过伊的囝，上帝互万有，无论伫天顶还是地上，拢甲伊和好。咱拢知影主耶稣，伊为着世间人的罪，为着世间人的即个得救，伊牺牲家己。牺牲是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搁和。伊讲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来促成和平。耶稣用伊的受苦死来制造即个和平。兄弟姊妹，咱所付出的拢毋达到耶稣伊为着咱死伊的1/1000就对啦。所以咱有欢喜，受较委屈一下有可能你要促成人和平人搁甲你念一大堆呢。讲你是个家暴啥货这阮的代志啦，莫插啦。你拢互念着这呢。但是咱讲爱人和平的人就毋惊人烦就对啦。毋惊
搁再你念过吼，我就是爱恁吼化解嘛。所以吼，咱教会需要这款人，社会嘛需要这款人。咱只即阵吼，迄立法院啊，冤家甲毋知人去，大家安尼对立咧。但是嘛是有人咬牵来牵去，互和平大家好解，看咱互代志好解决无。所以基督徒有即款的恩赐是得到上帝祝福，伊讲这是诚做上帝的囝吼。兄弟姊妹，伫拄昨昏吼，咱教会也有足侪兄弟去参加咱即个孙牧师的即个罗马书的即个研读因为伊较算讲较精华啦吼，3礼拜就完成吼。拄昨昏吼，讲义中间有一段拄讲到这啦，罗马书的12章17节到21节，伊咧讲起着即段经文，伊讲毋通以恶报恶，正人掠做好的事爱去做。伊讲正人掠做好的事，伊讲若是可行吼，爱尽力互正人和睦。这是保罗另外即个所在所讲的，讲爱咱尽若是可行，就讲都无法度啦，迄破例已经吼无法度通解决啦，收回啊。但是讲伊若可行，表示讲阁有机会啦，两个5岁深吼，阁有机会，阁试看嘛呢啦。伊讲尽力对毋对？咱足侪兄弟吼。人讲吃力不讨好呢，做公亲无好做呢，对毋对？这边也骂，迄边也骂，你敢知？人伊骂一边尔，咱是两边拢互骂呢。但是公亲就是讲，迄是保罗的苦劝，佮加上耶稣讲爱咱，互人和平。箴言第3章的30到40，伊嘛有讲，伊讲毋通互自爱甲诚实离开你。你爱绑伫你的颔棍，刻伫你的心板，安尼要伫上帝甲正人面前蒙恩惠，阁有美好的见识。这个拢是你互基督徒一种安尼超过一般的人的标准啦，吼。这个8福毋是讲随便读一个就过啊，是一个可能有一个难度，但是你读到遐的时阵，你感觉讲哇，你的眼界开啊，你豁然开朗。你会感觉讲，你的赞处吼，你的人生命的层次已经提升起来啊！这就是咱基督徒一个追求的目标，甲一个方向吼。兄弟姊妹，最后一个福叫做为着义受迫害的，讲因是天国的子民。咱的台语圣经讲，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伊讲为义受迫害，意思是讲为义改成是受害，毋是啦。你是要执行上帝的旨意就对啦，吼。上帝旨意我要甲行出来，会互人反对，会互人甲你踢笑，甚至甲你迫害。咱因为有一个至高的目标，所以你感觉讲，我受过这款苦，我甘愿，我应该，我毋惊。讲。照8福到第10节就结束啊。毋过这节特别佫有解释就对啦。伊讲为着我的缘故，人甲恁侮辱、迫害，讲逐款歹话、诽谤，恁真有福气。意思讲我是为着上帝咧奉骂我毋惊啦。咱嘛知影讲有的政府官员，有的为着要执行公务互人骂呢，互人踢笑呢。包括迄警察你要执行公务若拄着迄个安尼如苍苍的人伊甲你骂、甲你笑呢即2日听讲一个警察去执行公务啦，对方迄犯着的人气甲毋知人讲你哪会生得遐歹安尼？连警察互骂甲生啊遐歹安尼我也无去插着啥，我着执行公务互你嫌讲我生得无好看咧。所以咱为着执行上帝旨意要做上帝，你会堪会堪互人泼脏水无？这嘛是真大的操练，对无？伊讲为着我的缘故，是为着主的缘故啦。咱一般人是讲我都无咧食饱伤员工互人念东念西，但是奇怪，有的人为着主耶稣去传福音，去外口个人报道，去外面
分传单，互人甲你气嫌呢，互人甲你笑呢，你讲啊，这是应该啦，我毋惊啦，因为这是主的关系啊。所以兄弟姊妹，当你为着一项更较悬的心意，为着一个理想，你互人甲你耻笑，互人甲你骂，你袂感觉安怎？迄就像咱一个做爸母的吼，为着囡仔吼，受寡委屈，你嘛感觉讲这是应该，这无啥要紧的。我为着我囡仔好啊，欢喜为着伊挡风挡雨啊吼。12再讲，毋若是讲为着伊受害，伊讲你都爱快乐，你都爱欢喜快乐啊！迄实在是足大的反差，对毋对？吼，我互人嫌，互人骂吼，我都咧心情歹。伊讲你爱快乐。做一项代志，事业要做足大，也是讲你伫社会要做真好的工，无受苦是骗人的，你无受困难是骗人的。但是你为着迄个后壁面迄个大的报酬，你甘愿受苦嘛？咱为上帝嘛同款，伊讲你都要欢喜快乐。因安那？伊讲恁伫天顶的报酬是大。我知影我的付出毋是白白，毋是安尼放水流的、打水漂的，我是为着要天国的恩典，我要怎做上帝的囝，天国是我的啊！所以耶稣佫甲咱提醒讲，毋是干那恁安尼尔啦。以前的先知人吼，嘛定定受到迫害。你听来讲啊，我算什么？人较早这先知为着主迫害都已经过啊，何况呢？兄弟姊妹，咱有可能想讲，哇，这8福吼，真侪拢是。敢若听到就讲哇，这门槛遐悬，要哪做？所以你敢知影？我感觉到讲，耶稣的学生吼，这个四福音是耶稣死过我了后壁面的学生才写起来。写这个物件，就是看到讲啊，原来学生伫圣神降临了后，咱顶礼拜咧庆祝嘛。学生勇敢为主做见证，无论若讲上刀山落剑海啦，吼，这听起来咱台湾话啊，因就是安尼欢喜为主做工啦。你甲看这8福哦，对因来讲迄是足实际的。你无安尼，哪有可能做会到？迄时互掠去伫迄个竞技场甲狮相拼呢，拼生死的。是互人困着呢。12个门徒吼，照历史的记载咯，敢若一个吼，敢若一个人讲安尼到最后搭安息吼，剩的拢是受迫害，拢是为主顺道啦。吼，12个门徒，你想讲因哪有即款的气力？当因来看这8福，因才知影讲啊。这上帝祝福世事，经过这资料来看，知影迄个恩典。所以基督徒伫社会，咱甲人一般咧竞争啦，一般咧生活，咱知影讲一般的社会标准是安尼。但是你有一个较悬的标准，你要达到遐，因为这是为着主的缘故。若无你毋免遐尼安尼费神就对啦。兄弟姊妹，咱。有时试要甲一寡人和谐，有时对方会甲咱拒绝，无一定逐摆会和好拢会成功呢，甚至互人甲咱气惨落，迄拢拄则牧师加减提起，但耶稣希望伊的门徒会受迫害的回应是，拄则咱读的经节，爱欢喜快乐，毋是报复，毋是闷闷不乐，埋怨逃走。是咱爱欢喜快乐。耶稣所予咱迄款的报酬，伊讲，咱忍受足多迫害，伫天顶会享受多。咱可能伫世间失去一寡物件，毋过伫天顶咱要承受万美。所以咱基督徒欢喜接受迫害，毋是讲安尼无缘无故吼，家己讨皮疼吼，家己要食苦，毋是啦，是你为着要执行上帝旨意，为着义，这个义就是一个公理，是一个上悬的价值。咱一般较有会兄弟就拢理解，有一站咱台湾是戒严的时代，台湾是安尼无自由的时代，
但是有个人为着要民主，为着要追求社会公义、欢喜受害，甚至咱真侪牧长当时拢互人关监。你是讲伊食饱营营是要创啥的？是要为着这，就是为着一个人性的价值嘛，为着上帝的旨意嘛，伊欢喜。所以耶稣讲，你以前真侪先知嘛是有人甲因迫害安尼，所以有受到迫害佫欢喜，上大的理由是因为咱为着主啦，为着我，耶稣为着我。所以咱会发现受迫害，单单咱是因为忠心伫主耶稣，忠心伫真理甲义的样式。咱即8福讲了，耶稣用另外一个咱真实的圣经节，叫做光甲盐。讲恁是光，恁是盐。若接触即个8福，咱就知影讲哇，光甲盐伊的意思，印证伫即8福，互咱明觉讲原来咱基督徒爱做光做盐呢。8福是描写耶稣门徒应该有的品格，光甲盐即个譬喻是指出门徒对这个世界爱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基督徒爱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安尼。咱知影讲耶稣是讲即款话，因为咱知影一般的家庭啦，上崇向的家庭拢袂使欠即2项。生活安怎偌崇向，你需要光，你嘛需要盐。所以耶稣也伫细汉的时阵呢，伊一定常常看见老母用盐咧淋遐个菜滋味吼。日头落山了后，一定知影讲老母会点出一把火，互厝里会有光安尼。所以即个生活上，耶稣用上简单，伫当时大家感觉足自然的物件来印证基督徒的品格。讲恁是世上的盐，表示基督徒的存在是要避免即个社会腐败啦。上帝心意是希望即群伊所救赎、顶头生、追求公义的子民，会当带来较久的影响力，意思你会影响到即个社会。咱知基督徒伫台湾的社会是占趴数足少的，但是咱若行出耶稣基督的款式迄影响力是甲即个趴数是无共款对比的。影响力是大的，包括讲咱拄则讲为着民主的拍拼，迄是少数人影响整个的世界呢，影响整个的社会呢。今仔日真侪人伫迄个网络，真侪迄广播电视安尼骂东骂西，骂总统，骂政府，骂甲安尼会牵死啦。但你敢知影即款骂你做你安尼畅快骂迄是偌侪人付出偌大的代价，才会堪要互你坐伫遐骂人呢？像咱定咧讲笑啊，讲你假骂好，你去中国骂习近平骂看嘛？你甲我骂看嘛？所以你莫想讲骂足乱足差迄世间的公义，迄是偌侪人付出代价。共款意思，咱基督徒就是看见这个社会有无公义的所在。无好的所在，你欢喜要影响，所以世上的盐，咱知影就是避免腐败嘛。咱知影有的物件咱就是要为着要互伊安尼腐败莫互腐败持续有这个影响力。咱嘛真知影我毋是科学的研究啦，但是有一个解释讲迄个盐伊就是会咸嘛照化学的公式，迄氯化钠是足平稳的物件。你放伫遐偌久都袂歹但真奇怪，伊若甲别项面淋做伙啦，迄盐若甲别项淋做伙，怎无味气？迄真奇怪。你放伫甕仔内盐定也是盐但是甲别项物件淋做，伊就失去伊的咸。所以表面上看起嘛是个白白的物质呢，但是受到污染就无功效迄盐就红等伫边变做。遐灰尘就对啦。所以基督徒的咸味是天国8福所描述的即个基督徒的品格。咱军队主耶稣，但是咱基督徒若是互即个世界杂质甲咱污染，我讲本来是盐真有效但是污染去感染去哇，即个盐都无路用咱咧淋盐讲袂咸啦，无使即骹汤足好食，无咸就减一味去基督徒爱常常保持你的盐的风格，
盐平常时无啥路用啊，你也无讲食盐在过日啊，放伫遐无路用，但是你需要的时阵，哇，足欠。从历史有认为有历史以来盐就是一个人生命的迄个足重要的物件。足侪时代历史国家拢将盐当作是一个重要物资啦。若有人占着盐的生理伊就是好野人。所以盐你讲伊无重要，但是你欠缺伊的是绝对是真困难的事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佫一句讲，恁是世间的光，是耶稣用第二个譬喻来肯定基督徒。伊的清楚在甲咱讲是好行为啦，是包括着咱有信心的记号，有维护的见证安尼。所以光伫圣经的内面常常来看作是真理的象征基督徒发出的光伊是咱做见证。中间一项上水的光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一种好行为。咱的光爱照出来，互天父得到伊的荣耀兄弟姊妹，咱教会庆祝50周年啦有真侪事工咱拢咧，无论研讨啦，无论咧做足侪的鼓励其中一项咱拢定咧强调讲，基督徒你的天生的任务，你就是一种任务，你爱做光做盐，做光做盐，你就是爱传福音，你爱将上帝好、耶稣基督天国福音传互人，这是一个好的行为。这幅图是咧记载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讲记载伫主后597年，差不多是1500年前啊。当时有一个足出名的教宗叫做大贵高利。大贵高利若读音乐的人嘛知影，有人讲即个大贵高利即个教宗就是圣乐的创始人，因为迄个贵高利的圣歌就是对伊开始。可能即个中世纪的即个教宗出名的代志足多啦，其中一件伊讲捌有一摆，伊伫市场菜市看到几个少年囡仔，少年囡仔奇怪，因伊这意大利遐咱知意大利人头毛是较乌棕色的迄个咖啡色的。伊讲奇怪，迄金毛的，迄头毛是金金白白的少年囡仔，是互人掠来做甚物呢？掠来做奴才。我即款人是伫倒位来啊？问讲你倒位人？伊讲你倒位来？伊讲我 Angus 安尼啦原来就是咧讲是对现在英国甲安格鲁萨克逊的迄阵遐个人掠来做奴才，因为迄个岛当时是安格鲁萨克逊的人伫迄个所在咧统治，拢阁属伫蛮族啦，无啥物文化。即个教宗一个听到即个囡仔头毛金金面罗真水，咱讲足可怜啊，变做奴才呢。伊讲是 Angus 安尼，伊讲Angus 若变做 Angels， 毋是介好，意思讲 Angus 变天使啦。伊想到一句话，总互伊有一个感动。以阵咱教皇的开力足大，伊就派一位修道院的院长，当时一个修道院长，这个院长嘛叫做奥古斯丁，咱知影出名的迄个圣人迄个出名的迄个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这是另外一个院长嘛是叫做奥古斯丁，派伊甲差不多40多位遐修士讲，来，我派恁对意大利出发去到英国，迄安格鲁遐个人，甲伊传福音安尼。哇！因行开始出发，因为迄阵教皇命令的袂使无行，爱行过讲离开罗马，过关山，过溪流，真侪所在足困难，佫听着讲哇！迄阵英格兰遐个人足歹的就对啦，足凶悍的啦伊住伫海岛嘛佫有驶船，佫有拍，真凶悍。伊就讲我是无爱去啦，毋通去阮去一定无命通转来就对啦但是即个贵高利甲因鼓励讲毋通遇到困难就来退缩，
你若开始上帝的工作，上帝要甲你完成。所以因伫597年，主后597吼，已经1500年前啊，因就登陆伫迄个英格兰的一个肯特的海岸吼。啊，这个故事咧讲到什么呢？主后597年，这个伊互人称呼做肯特伯里的圣奥古斯丁，甲因的修士伫英格兰，因就对向前高举十字架，甲基督的圣上唱着遐个祈祷歌，伫迄个异邦的信仰的下面。啊，咧记载讲，因当时对当时的安哥路的王来传福音，对王后来信主，慢慢，这个开岛英格兰的国家就变成一个上帝祝福的国度。咱知影英国哇，伫2世纪已经是全世界上出名的国家、上大的国家，因为因伫1500人信主吼，所以伊讲，即阵的人，即阵的修士40个，也无早穿，也无早倒，因是带着福音的开力。几年后，讲即个土地成做中世纪上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重要的所在。足侪圣徒，足侪传教士，足侪殉道者，啊，甲足侪主教的堂。啊，伊讲一个伫海边祈祷的小小的修士的团体，伫遮诞生一个基督教国家。兄弟姊妹，咱毋通看轻一个小小的开力，咱做工甲做盐，亲像遮个人，因搭上即个足安怎讲足野蛮的即个岛屿。竟然互一个国家改变，影响着规个中世纪，甚至后来英国诚做日不落国安尼吼。所以兄弟姊妹，光伫圣经是真理，传福音是一个好行为。耶稣呼召门徒伫群体中发挥相同的影响力。光甲盐吼两种影响力，第一种影响力是盐的功用，就是你阻止社会败坏。光的作用就是甲黑暗变作光，一个是促进，一个是阻止腐败，一个是促进光明哈，就对哈。兄弟姊妹，有一个譬如吼，讲有一摆吼，一个大仓库啊吼，发生火烧啊，哇，拢无水通救灾就对啦。但是吼，一个拍火拍熄啊，发现讲啊，原来吼。这个仓库是咧底冰的冰库，啊冰库若是变做水，就会让迄个拍火啊，对毋对？但是吼，有一个作家，伊就是讲啊，无使即间厝吼，装几啊千加仑的灭火剂，啊无路用。意思讲吼，迄水都袂当化作水啊，啊说冰角都袂当拍火啊。啊，即个譬如咧讲啥物？讲即间厝吼，装落。冰冻的财富啦，冰冻的财富，冰来的财富，但是无路用。教会吼，共款有一款问题哦。咱蒙受足侪祝福，啊有足侪资源通见证上帝，但是吼，你像迄个冰的仓库啊都无路用，要拍火的时阵哦，摕冰角来压哪有路用？啊，所以咱常常爱警醒，咱爱适当的时阵诚做盐的供应，适当的时阵诚做迄个光的供应。啊，所以耶稣甲咱警告，讲咱细字失去盐味，也是甲咱的光暗藏起来。盐是咧调味所使用的，但是伊除非甲食物合揽做伙，啊无伊就一点仔路用拢无。你都爱揽落去食物，你才会产生调味的作用嘛。所以咱耶稣呼召咱，奉伊的名来调味这个社会。啊，这你都爱甲人互动啦。你讲徛伫遐讲，哦，我是盐，我是盐。啊，根本无人甲人盘烂，无咧甲人交陪，无咧传福音。你讲即个盐要发生什么功用？恁兜的盐吼，冰伫一个旋少的罐仔内底嘛无路用，因为你无用伫你的汤内底，无伫你的炒菜内底。伊讲光是要互人看见的，所以信徒应该徛出来，家己好来证实伊所做的见证。即个出名的报道家穆迪讲一句话，讲顶楼啦吼，毋免写烟火，互人引起人注意。伊本身就会发光啦，顶塔伊就本身发光，毋免搁甲放烟火，伊本身在发光。
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今仔日这个8福做一个段落，咱用光甲盐来做结束。当兄弟姊妹，咱爱为着基督来调味这个社会，为着基督来照光这个世界。所以兄弟姊妹，你敢是知影讲，你放伫仓库内迄冰角应该甲化开啊吼，你爱解冻哦。吼，咱生命中迄个财富爱甲冰冻，爱甲解冻。一句话做结束，伊讲活伫世上，毋是为着要适应黑暗啦，是爱光来照光。但社会讲真黑暗，啊你日也嫌，暝也嫌，啊即个社会安尼无一块好，啊你敢若嫌吼？有一句话，甲一句话类似啦。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光明。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光明。兄弟姊妹，毋望即8福真说咱一个生活的指尖准进，互咱用光甲盐来看见即个社会基督徒所产生的改变，是好的改变，是下上帝国祝福的改变。咱即时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咱要请兄弟姊妹准备心，咱伫吟诗了后，兄弟姊妹做到主面前，你有心情上的软弱。包括你讲啊，袂清心啦吼，咱有肉体上的欠安，你有真侪重担，你有真侪计划愿望，主甲你应允，请你等下免客气到伫头前。咱请代祷者，咱的代祷团队、小组长、长老、执事准备心来做服侍，因为靠信心的服侍是上帝所欢喜。咱先来做祈祷，再来吟诗。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你爱阮行出8福的恩典，这是你天国至宝贝的赏赐。虽然伊有困难，虽然有真侪的难处，总是主你互阮的报赏大，是要互阮知影，阮的付出甲努力，毋是偶然的，毋是凊彩的，毋是白白的。主啊，也因为安尼，阮基督徒行出8福的恩典，行出光甲盐，上帝你互阮调好社会的功能。主啊！山上的宝分伊宝贵，是因为主耶稣爱阮领受这天国的赏赐。你也祝福阮小等的要做伙，为着需要的兄弟祈祷，愿你亲自来掌管，引带阮伫你面前领受这款的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即时要做异地的祈祷，请勇敢到主面前，请服侍者备班。请敬拜团也卖句哈，咱做伙来唱条咱真熟的诗歌《使我自由》，开始唱咱就来哈，就来头前哈，免客气。请本地兄弟勇敢到头前来，再来。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你要为着别人祈祷嘛会使啊吼！你厝里的人需要祈祷，行头前，咱请同工来协助，请咱代祷团来协助排队吼，排好。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咱甲安排一个吼，看安尼，就自由。然后请背心的兄弟、小组长来头前来哈。咱行无够人哦，请同工来，穿麦裤的拢啊穿背心的拢来，搁一遍来。使我自由的心啊！咱请穿背心在头前哈，来备班。第2排嘛不要紧，咱有背心让区隔出来。感谢主，你的勇敢行到主面前是信心的记号。哈利路亚，感谢主。做伙来唱。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可当担。咱中集拢会使啊哈，中集咱来头前来中集拢来头前来后塞。来后塞，咱音乐继续细声。这时阵若无够人，咱先服侍的人先开始。
无够人不要紧，先边啊吼，来先开始，咱备班。咱这有一位，这有一位吼。当当，主的行为，予我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倒位？继续祈祷，继续祈祷。我靠仰望，我靠仰望。世间虽有劳苦当当，主的行为，予我自由。主的心啊，继续。主的心啊，你伫倒位？起啦，起立好无？搁唱一遍主的心啊，主的心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劳苦当当，主的行为予我自由。兄弟姊妹，咱已经祈祷完吼，服务完，咱会当欢手伫咱的心中，咱兄弟大家欢咱的心中，咱用心来交托，我靠上帝，咱还未完成的继续，牧师来做祝福的祈祷。主啊，你应允阮，若到伫主你面前的，你就无弃杀阮。阮将咱的困难、病痛、难处哀叫，主你的确要来听。当阮呼求的声到主面前，主你要施落你的怜悯、你的医治、你的透放，施落伫阮中间。主啊，阮为着头前这的兄弟，因带着因的困难到主面前，无论是心灵上的软弱，也是看路烦恼，也是有肉体上的病痛，有的是为着家己的亲人的病痛来祈祷。主啊，照你的应允，照你大的恩赐甲气力，赏赐你的医治透放伫阮所有对你恳求的人的心中。主啊，你的恩典疼痛，像是你应允。主耶稣为着阮受苦，阮要得到平安。主阮为着阮逼迫，阮要得到医治。主啊，无论是伫在场，还是伫座位的兄弟，阮看伫阮的身躯，主啊，阮有肉体上的软弱，无论是长期的病痛慢性病痛，也是有某一种的病痛，阮求上帝照你的心意，照你的恩典，照你的看见，来施落你的拯救、你的医治甲透放伫阮中间，包括伫网络顶面的兄弟姊妹，当阮向恳诚对你求讨，上帝，阮恳求你应允。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靠信心来得到医治，靠信心来得到透放。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泡泡感谢主，请坐，回座，请回座，谢谢。愿主赐福，愿主应允伫你的面前。即日时间到了，咱的聚会，咱准备要来做奉献。这是咱当心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咱做伙来读本月经句，请翻开周报第8页，做伙来读2解。请。毋过信心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忍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款的行为是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搁一解。毋过信心所结的果子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忍慈、良善、忠实、温柔、节制。这款的行为是一般的法律无得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由詹牧师主礼，书会提摩太牧区，其他轮值的事奉同工，请咱家己来看。请翻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1点，后礼拜是青年事工特别礼拜，咱请青少年来主礼，报告青少年事工推行的情形，也请大家做伙为着事工推行来关心、鼓励、支持，也做因的，也为因代祷。第2点，花神的神学教授嘛是好消息，空中主日学讲员吴宪章牧师要伫6月14举办培经严谨培灵会，即届的主题是人生下半场因外的交托，要查考出埃及记第2章22节到第3章6节。请兄弟做伙来参加。第3点，咱教会定伫7月10日要举行圣礼典甲洗礼式，若要受洗的兄弟，上万要伫7月19之前爱完成报名。第7点，咱教会要参加今年的台南赛龙船的比赛。第1场的比赛要伫6月17下晡3点4节，若有时间的兄弟会当到现场为青少年加油。门徒培育事工，今仔日下晡2点开始，要伫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有富强亲子讲座。即届的主题是囡仔需要啥物款的爸母，以及咱会当成做啥物款的爸母。咱特别邀请刘慈慧老师来主讲，请有兴趣的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听，做伙来学习。其他的牧区消息、关怀代祷、中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有关奉献的资料，嘛请大家帮忙确认。若有需要经证的所在，会当找咱的财务同工。其他请牧师补充报告。各位兄弟，我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哈，年轻人范永恩啊，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啊！来，永恩来，是咱浩恩的好朋友。浩恩，你背站起来好啊，你背站起来，要送礼物给你啊！好，谢谢哈，多谢啊！永恩讲伊是北门教会啦吼，今日专工来富强啊来做朋友哈，欢迎你哦！牧师来做几项的补充啦吼。
我先口头先讲迄个有几项的提醒吼。咱教会吼有要甲即个春城映像公司吼，咱是咱敬尧兄的女儿吼，伊伫即个影片即摄影公司咧工作，咱甲因合作吼，因吼有派遐个专业的摄影团队，要伫大概是6月12啦吼，拜五暗就要来咱教会来，咱迄阵有祈祷会，阁有小组，过转工拜六，阁翕一寡影片，要访问遮个兄弟，阁伫礼拜日吼，伫即个时间要来翕相吼，包括翕圣歌队吼，所以迄天咱尽量鼓励，因为迄天拄好是吴宪章牧师的培灵会，咱伫一2个月前有请伊来圣经培灵，大家听了足有迄个好的回应吼，咱要伫主日来甲咱讲道培灵，所以请兄弟咧，迄天踊跃来参加，来听讲道吼，来听培灵，而且来咱较侪人翕即个录影会当传播吼，你拢会入伫镜头内底吼，嘛是一个足好的纪念。咱要翕即个50周年的纪念影片吼，所以即点甲咱提醒一下。拄则有讲到即个洗礼性嘛足重要，因为咱拄好50周年嘛吼，伫50周年纪念的正礼典，大家报名来受洗，成人洗礼、坚信礼迄个信仰告白，阁小儿洗礼赶紧来报名吼。现在阁已经有几啊位报入来咱嘛较侪人赶紧来报，咱来安排学道班就对啦吼。阁有几项吼，我直接来看投影片，咱请同工。我们那个影音同工，把咱的礼拜投影片再回放过来，好不好？礼拜投影片哈，咱下晡吼有一个足好的讲座哈，是亲子讲座这是要互4大人听的啦吼，所以咱4大人拢会当去听，阿公阿嬷嘛会使听，因为这个刘慈慧老师吼是足出名的迄个伊是教授，是亲子方面的专家。要甲咱讲解讲安怎照顾咱的细囝，要培养咱的细囝。所以下晡2点吼，伫地下室。伊昨昏就来伊昨昏有来参加咱的即个即个科学甲信仰的研讨会啦。甲伊的先生吼，听讲因等的第2场礼拜嘛要来参加礼拜。礼拜煞啦，下晡要举办一个。所以兄弟，你若时间会好势吼，咱留落来参加吼，留落来参加2点。过来。这个是我是媒体小达人，就是咱主日都会下令营要开始7月7月中要举办需要报名因为要准备材料所以请兄弟，你有厝边隔壁，也是你的孙要来学习对要升国小1年，到要升国中1年，才拢会使来报名搁一项是咱7月初4，搁有咱第5场的这个研讨会。就是敬拜赞美的研讨会，咱本会会友请各小组有注意咱本会会友有爱报名报名较知影名单，知影咱到时要准备便当较方便，是要邀请2位出名一对夫妇啦，就是咱的迄个敬拜赞美这方面的专家咱要请伊来主持对美国转来曾祥仪搁这个。夫妇因要来主持这敬拜赞美，有早起规日的，阁有暗时的敬拜团，阁有礼拜日7月初5礼拜日嘛要伫咱教会主理请大家备万心，7月初4、初5拢会当参加这就是敬拜之夜啦这尤志伟牧师伊是要来主持迄暗时的敬拜的暗时过来是咱这个。50周年的纪念衫听讲大家足踊跃，登记已经满，惊厂商做袂去所以截止咱到时做好，到时来甲咱公告来领看以后会咱搁开放的，我毋知啦因为咱规年度拢会使穿若有需要要开放，咱看主办单位安怎，搁来甲咱报告搁来8幅抄写，牧师已经讲几啊摆一张白纸 A4 的白纸，你甲对5章30到10节。都去8个幅啦，什么有福气，什么福气抄起来就好头前甲后壁遐个文书会使毋免写起来，3到10，你会当用白话字、用好本
啊是用迄个台语汉字本，啊你要抄英文嘛会使，啊要抄白话字拢会使吼。啊你若写工整写水，伊遮即张咱有搭伫楼骹的公告内底，伊有讲你若有完成吼，啊要抽奖吼，啊你若讲有照设计搁画图。哦，8号讲画8张图安尼，嘛会使，就讲创作组啦，啊，搁抄写组吼，啊，你用毛笔写嘛，搁较好安尼吼，啊，伊嘛搁举办一个讲教会团体，若10个以上吼，嘛有奖哦吼，啊，所以咱教会若较侪人参加，拄啊，咱咧讲即个8号的即个信息吼，啊，抄写起来，去增加你的记忆，欢迎来踊跃来参加吼。啊，这是伊写的情形，用白话字啦吼，用迄个中文拢会使吼。啊，伊讲，即个封面拢茫写你的名，敢若单纯写遐8号就好。啊，后壁面啊注明你的名就好啊，注明你什么教会吼，啊，你的名就使。啊，这是咱公报社咧庆祝142周年的一个优惠，啊，欢迎咱大家去公报社近啊吼，啊买册啦、买用品啦，真好吼，有打折啊，搁送礼物。过来是咱拄有讲有介绍。即个拄则迄个刘慈慧老师的先生叫做徐保罗教授，啊，伊昨来参加即个咱的研讨会中间，有写一本足好的对少年人吼真有讲解的册，就是科学甲圣经创造。啊，昨有义卖，啊，今日我是要问东江讲，介绍也无留伫咱教会，毋过即本册对青少年真有帮助，因为伊就是要甲你讲解着讲。宇宙安怎形成的？咱的生命安怎形成的？咱人安怎形成的？啊，圣经讲的，甲科学讲的有啥无共？啊，甲咱解答，吼！啊，即本书我来甲问看，若佫有留伫咱台南的时阵，会当鼓励咱。我听讲昨昏咧义卖是200块啦，吼！啊，因也真精美，吼！啊，佫一项咱拄则有讲，牧师要讲解即个登山宝训，就是用即本册做基本。你若有趣味，会当甲公布甲咱的办公室来买，吼！一本200块，会当用来读，用来复习安尼吼。佮一本就是咱顶礼拜有讲起着陈坤小牧师写即祈祷会促进灵命成长的册，啊，拢会当鼓励咱欢迎来参加吼。啊，最后牧师要讲的是讲，咱伫即个6月14啦吼，6月14，迄天的主日哦，咱要翕录影吼。啊，咧鼓励讲最近咱。第一场礼拜会友拢爱灌起坐楼顶较济啦吼，楼顶可能较舒服啊，毋免举头安尼吼。但是头前遮拢较少人坐，咱6月12迄天尽量鼓励咱较熟的兄弟吼，坐咧头前吼，啊坐好满安尼啊翕个录影的迄个镜头会较水安尼吼，鼓励咱来参加吼，啊来参与，多谢，咱来报告到遮，多谢。上营，请起应转手。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敬诚信，阿拉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阿免。阿免。请坐密道来避讳。我要。
礼拜堂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